再來看衛生福利部佇頂個月預告講要修正藥事法，甲事後必用藥仔來嚟做管理甲追蹤。也毋過，就有婦女團體是表示講，緊急事後必用藥仔是愈早使用效果才會好。那加強管控，則恐驚是為難女性。衛生福利部部長趙宗良今仔日會議就表示講，會先有配套的辦法才會來實施。若是性行為無避孕，也是發生非自願的性行為，為着避免有新72點鐘內就會有食事後避孕藥仔的需要，衛福部在6月25根據藥事法第6條之一，有個修正要甲3項事後避孕藥仔來立管。衛福部證處林靜儀雖然批回這款藥仔本地就愛有醫生處方簽才摕得到，無改變處理方式，也毋過消息出來引起社會議論，婦女團體嘛批評這是侵害女性身體自主權甲生育權的決策。真是連踏入婦產科都有困難的情況之下，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72小時內去醫院看診來取得哈。修法應該把它鬆綁哈，那讓民眾可以在藥局好可以購買以外哈，也希望能夠有配套措施。事後避孕藥轉為指示用藥，我們期盼政府可以設置兼顧隱私又具用藥安全的諮詢服務，落實孕產、避孕、月經等性別平等教育，提供簡便也具有可負擔性的藥物及相關資源。婦女團體呼籲衛福部袂使在無配套，就加強管控甲追蹤，若無恐驚互合法取得的方式變少，嘛應當參照 WHO 的建議，加傷害性較低的事後避孕藥來做非處方藥。安那衛福部長崔日在衛權委員會接受質詢的時表示，要趕工實行，會建立配套以後才來做。包括藥師提供用藥資訊甲相關管理措施，希望兼顧民眾在緊急狀況方便取得藥物的便利性，嘛確保安全使用。世界上有些國家已經把我們另外這2個所謂的事後單劑使用的，就是在性交之後單次使用的高劑量的黃體素這個藥物呢，那麼改列為所謂的指示藥啦。好，那我們也會來再研議一下，應該很快就會有結論。但是在這個配套沒有一起搭配的時候，我們不會去貿然把這個預告就把它實施了。婦女團體呼籲衛福部在制定女性避孕配套，應當來考慮無共區域、族群等的需求，嘛就要做性別影響評估。若準備追蹤藥物，嘛就要兼顧溫書保密性，避免未成年受暴女性，也是性侵被害者等唔敢尋求協助。記者盧尚如、曾春瑤台北報道。